过去我们呢，每家每户都熬制呢麦芽糖，那个时候过年的年味啊特别的浓。我家的那些孩子啊、孙子啊，每年都是呢规定的，一定要弟弟亲手搞的呢那个麦芽糖呢给他们吃呢，他们呢才觉得呢舒服。所以我今年子为了搞到这个呢正宗的原生态的麦芽糖，我跑了呢几十里路。你平安可以回来了吗8月29回家过年。啊，好的好的。现在熬糖呢，我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，我就叫我2个那个产民锅的徒弟，他来帮我呢。下锅熬的话要大火。来喝，打吧。开始起的呢，在锅里啊熬的是呢称为筛子液，最后呢起那个大泡呢称为居多泡，把那个糖呢熬到一定的程度，一压拉着呢有那个透明度，像薄膜一样的。这就叫飞至空中飘。我先把这一部分呢弄错了打起来做惯性糖，再留一部分在锅里呢做那个芝麻片。之前呢，惯性糖开始我们这个地方呢没有人做，也就是我呢感觉到我要给他们呢一个惊喜，做一点呢特殊的新鲜的东西，在本地没有的。在熬糖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熬糖一定要熬得有声有色的，我就创造了一首熬糖歌。带熬糖带唱歌人的话就是疲劳了，他都可以解解乏，还有大家在吃糖的时候再唱歌也开开心嘛。